大家好，我係 Hills J。今日咧，我哋講一個 trading 策略研究嘅題目。如果你本來係識啲嘢咧，睇到今日嘅標題可能好驚訝，哇！竟然搞一個咁簡單嘅框架 ，N-day breakout 使唔使專登出條片講啊？嗱，我係好明呢種諗法嘅。呢一套可以話係每個 trader 最開頭學嘅框架之一，但係同時亦都係棄用得最快嘅其中一個。所以我更加要做條片出嚟講呢個題目。嗱，對於新手嚟講，N-day breakout 其實係好適合作為起手研究 trading 嘅第一個策略，佢可以訓練到你好紮實嘅 trader 思維，唔好睇個框架好似柒柒地，實際上可以玩到非常非常複雜，配合埋後續嘅高階配置，我哋能夠建構出高獲利能力系統啊！先講咗個買賣準則先，好弱智嘅啫。嗱，當今日嘅價格向上 breakout 突破前 N 日嘅最高價水平，我哋入市做好，入市之後，當一日嘅價格相反向下 break out 跌穿前 N 日嘅最低價水平咧，我哋就平好倉，同時反手入市沽出賣跌，其後就再調翻轉啦，等待一日嘅價格升穿前 N 日嘅最高價位啦，平淡倉，同時再買升，成個框架傳統上係不斷 stop and reverse 嘅，入市平倉再反手，而所謂嘅 N 就係成套框架嘅參數，可以係20、40或者50等等啊！如果我哋用20嘅，即係話一見到價格升穿前20日嘅最高價位就買升啦，然後等到價格跌穿前20日最低價水平就平倉再反手沽。咁一般用 N-day breakout 咧就好難唔學埋 Donchian Channels 呢一個技術指標。喺真實圖表入邊，我哋當然可以逐支 K 揾每日最新嘅前 N-day high、N-day low 喺邊啦。例如呢度，你有開寫輪眼嘅，你梗係可以一眼就見到呢支 K 嘅前20日最低價係喺呢個水平啦，即係話呢個位正正係跌穿咗前20日嘅最低價，meet 到做淡準則，仲要一眼就望到去到呢支 K 價格先出現升穿前20日最高價呢個情況可以平倉。喂，咁但係一般人好難肉眼睇到噶嘛，我哋就可以用 Donchian Channels 去輔助。咁呢個指標太簡單啦，我快講算啦。Donchian Channels 嘅頂底其實係直接標示每一支 K 前 N-day 嘅 highest high 同 lowest low 喺邊。當你將 Donchian Channels 嘅參數 set 做20，佢就會將每一支 K 嘅前20日最高同最低價 mark 出嚟。簡單啲講，當價格跌穿通道底部，其實就代表價格已經跌穿咗前20日嘅最低價；相反，升穿頂部，其實就代表價格升穿咗前20日嘅最高價。實際上係同 N-day breakout 嘅買賣準則相輔相成。所以呢個例子係超靚啊！喺恒生指數入邊呢個位我哋入市沽出啦，然後喺呢一度價格先正式升穿前20日最高價，我哋平淡倉呢一 trade 總共捕捉到2972點，以50蚊一點嚟計咧，大約獲利148600蚊港幣左右啊！唔單止咁，喺平好倉嘅同時，我哋會立即反手入市做好，直入第二 trade。咁買升之後就相反啦，我哋等價格出現跌穿前20日最低價嘅情況，亦即係向下突破 Donchian Channels 底部嘅位置，呢一度平好倉，呢 trade 仲肥仔啦，一買一賣獲利3394點，大約賺169700蚊港幣左右啊！成套策略簡單暴力。嗱，喺本質上咧 N-day breakout 係屬於 trend following 趨勢系統，核心理念就係等待強大力量出現，然後我哋追入，以捕捉巨大波幅盈利為目標。而佢點定義強大力量出現咗呢？就係價格有冇能力突破一段時期嘅極端高低位。雖然個框架好老土，但係獲利能力仍然可以6-7樓咁高，而且入市離場準則清晰，所以新手好易用嚟上手啊！之不過啦，睇開我哋曉事都知有之不過啊！如果你有少許交易經驗，你會好快知道呢種策略有咩壞處。第一，止蝕
空間可以好闊。嗱，呢一個位恒指價格跌穿咗通道底部啦，即係向下突破咗前20日最低價，我哋要入市沽出嘅。但係你都見到今次後市係完全冇下跌傾向，買完跌我哋只有一件事可以做，就係等價格升穿前20日最高價位先可以平倉。當市場波幅大，用前 N day 高低位去指示，其實可以好遠好傷。一買用翻50蚊一點去計，呢一段仔距離已經輸咗81,950蚊。同時咧，你仲會睇到第二個問題 ，false breakout 用得突破就一定會遇上假突破。嗱，價格向上升穿前20日嘅最高價位，跟足策略，我哋需要追入買升。點知一升穿入市位啫，個市就好似陰你咁，立即軟翻落嚟，完全扯唔起就搭翻落去止蝕位。呢種咁唔老禮嘅情況係好常見。價格突破關鍵位，你追入啦，但係後市完全冇延續趨勢，就反方向發展，直達止蝕，輕輕又輸7皮幾。所以點解呢套框架強得嚟，又好快俾人棄用呢？用過嚟炒，止蝕位太闊，輸過黃金，又成日遇上假突破，買完升佢就跌，買完跌佢就升，谷鬼氣。再加上始終個準則太簡單啦，感覺唔夠進階，好自然會想轉用其他策略。喂，咁講到咁，係咪即係話原來套策略係垃圾，叫大家唔好嘥時間用呢？梗係唔係啦。End day breakout 嘅知識係其次，策略研究嘅正確思維先係高手同低手嘅分野。如果你因為輸錢輸得唔舒服就轉策略呢，其實幾勤力都冇用，你唔會揾到好策略。我哋要識3件事。我哋成日都講，就咁睇頭先1-2個贏輸例子係冇用，最重要係用歷史數據驗證測試呢套策略嘅交易表現，拉勻整體嘅回報先係重點。例如話，我哋將 End day breakout 嘅參數用翻20，放喺恒指過去25年去做 back test， 睇下突破前20日高低價，追入最高呢個框架嘅表現如何。而我哋用 TradingView 回測嘅結果咧，你會發現20day breakout 喺恒生指數入邊，整體最終係能夠錄得正數回報。第一步，我哋要喺唔同市場產品去回測呢套框架，測試出喺邊個市場度運行嘅獲利能力穩健性最高。其後就進行參數準則優化。我俾2個例子。嗱，End day breakout 最直觀優化嘅方法，當然係 N 呢個關鍵數字啦。而喺原理上咧 ，N 嘅數值越大，其實係越接近系統追入趨勢嘅原意。價格需要突破更長區域嘅極端價，好淡力量更強，目標幅度都更大。我哋可以嘗試調高 N 值，再放落恒指度 test， 例如40，要求價格需要突破前40日嘅高低價，我哋先入市買賣。而你要知 work 唔 work， 我哋要 test。咁結果係點呢？買賣準則 tight 咗，交易次數的確減少咗，但係成套策略嘅勝率就提升，同時亦都大幅改善整體回報。嗱，單純更改參數呢種優化方向咧，簡單有效，但係有技術分析者就認為咁做係唔足夠，傳統準則仍然解決唔到離場過於滯後嘅問題。當方向捕捉正確，我哋仍然需要等待價格出現反手信號先能夠止賺，捉錯方向就仲衰，要等佢錯夠幅度先有得止蝕。於是咧，就有聰明豆提出使用慢入快出嘅框架，以較長參數保持入市信號份量，同時就以較短參數較貼市嘅信號離場。例如我哋用60day breakout 作為買升買跌嘅準則，但係就用30day breakout 作為離場準則。睇呢度，價格升穿前60日最高價水平，我哋入市買升啦。入完市唔使等價格跌穿前60日低價先離場，只需要跌穿前30日嘅最低價水平就可以平好倉，冇需要使用呢個過於滯後嘅離場水平。成個 trade 一買一賣，獲利50,550蚊左右。咁做呢，亦都取消不斷 stop and reverse 嘅操作。我哋將呢種慢入快出嘅框架喺恒指市場入邊再做 back test， 結果發現策略回報係再一次提升，比起開頭嘅傳統配置，整體表現明顯大幅改善。因此咧，即使係一個簡單嘅 end day breakout， 我哋其實都要對應唔同市場產品，各自尋
找出最適合嘅準則。呢個係基本入門要做嘅研究嚟嘅。如果你都有決心認真做好 trading， 我依家正式邀請你加入 Dawn of Trade， 成為第一批內測階段學員。我哋呢個全新網上課程咧都籌備咗好耐，實際內容確實比我想象中複雜，好多嘢想加，好多嘢想講。我希望每一堂都 keep 到我哋嘅風格啦，簡單易明，但係大家真係學到嘢。希望大家睇完之後咧係覺得有質素、實用，冇嘥錢嘅。Dawn of Trade 係一個完整量化交易藍圖，不論你係新手定係有交易經驗，只要你想從此正確做 trade， 正確地進行以小博大嘅投資交易，我都邀請你加入我哋 Dawn of Trade， 可以去下低條 link 入我哋官網度睇睇。回測優化好多人都識啦，但係第三件事反而好多進階者都唔明。接受不同策略先天性缺陷，唔同框架有各自優勢，同時會有先天性壞處。例如 End-Day Breakout， 除咗波幅強時止蝕位會好遠，會不斷遇上假突破。喺設計上，佢嘅入市時機係永遠滯後，因為策略本質就係依靠強大力量先出現咗，我哋先跟隨入市。你入得市嗰下，價格都已經行咗一大段幅度，先天性注定我哋係慢人一大截去入嘅。但係我哋最應該做嘅唔係去 tackle 佢，而係接受、明白你套策略壞處喺邊，然後繼續 run。我哋唔可以玩 End-Day Breakout， 又想輸得少，又要 cut 走假突破，仲諗住提早入 trend 嘅。係嘅，我哋可以加好多準則，嘗試舒緩策略先天性問題，但係你唔好諗住完全解決到咯。而我可以好大膽講，一般解決策略先天性問題嘅手段，大部分都有害回報。接受先天性短處，好多時先係最有效率。即係你用得美斯打前鋒，就唔好嘥時間嫌佢矮，你接受佢腿短，俾佢發揮功能，都幫到你贏波。我喺呢度咧向前講埋最後一個重點，其實真正嘅高手並唔會 care 呢套策略嘅先天性壞處，甚至個買賣準則根本就唔係研究重點。End-Day Breakout 嘅誕生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，時至今日都仍然建構出有效獲利嘅策略，但係好多人都冇辦法用得好，因為專業炒家根本唔係研究緊個買賣準則點 set 最靚，邊一粒 N 值參數最正，而係背後成套交易系統嘅配置結構。End-Day Breakout 屬於趨勢策略，自然適合多重市場交易嘅手法，背後牽涉嘅係唔同市場嘅波動率計算、注碼控制、額外指示準則、加注操作、持倉規模管理等等等等。高手諗到頭爆嘅唔係因為度緊點樣突破先提高到勝率賺多啲，佢哋唔係最在乎個 entry rule 同個 exit rule， 而係計算緊個配置點 set， 成個系統組合拉勻先獲利同穩定。呢 part 先係最難嘅地方。一個睇落簡單嘅 End-Day Breakout， 實際上要配合多重設置先成為到一套完整交易系統。我哋今日其實都 skip 咗好多 points， 要講真係有排講。冇錯嘅，我確實會將完整嘅知識留翻喺 Dawn of Trade 度教，但係都希望呢條片嘅知識咧可以俾到價值大家，至少知個整體概念係點先。我哋今日嘅策略咧係用 Trading View 去回測啦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我哋同 Capital.com 嘅限時聯成活動，曉視觀眾參加呢個活動可以獲得 Trading View 付費版 Essential 計劃3個月嘅功能，更多更專業。Capital.com 我哋之前介紹過啦，係真係一間好券商嚟，加上個活動條件好簡單，即係如果你純粹係貪小便宜嘅，咁梗係唔需要特登參加啦。但係如果你本來就會認真研究睇圖做回測，本來都會實戰做 trade 噶啦，咁梗係順手參加埋啦。免費試用 Trading View 付費版，個活動去到5月尾嘅啫，送完即止。喂，大家有冇用過 End-Day Breakout 嚟入市？你有冇咩心得可以分享呢？留言話我知，俾個 like share 呢條片，訂閱我哋Dawn of Trade見。